后来自从这个本土疫情爆发以来，中寮乡林景拿福利协会捐款收入减少6成到7成，经营更加困难。所以林景拿农产行今年扩大烘奶鸡肝的数量，一来收买到在地纯美的奶鸡，会当增加到农民的收入；二来嘛会当加卖一寡奶鸡肝，赚钱帮咱协会来推动各项老人的服务。农民和协会人员做伙整理奶鸡，准备要送去烘。因为进前无落雨，造成奶鸡的果子较细，无好卖。林景拿农产行甲因买，才阁透过加工来帮助农民。半年拢无雨，生本拢未大，压水洗水去压，才有通爱大了，无嘛拢全大袂起来，拢烂较济啦，拢算细了。林景拿农产行买在地奶鸡，除了会使增加农民的收入，透过传统的工法烘的奶鸡肝嘛，真受消费者的介意。赚的收入嘛用来补贴林景拿福利协会做老人送餐的经费。疫情关系咱的这个做送餐的服务拢数字拢加出来所以讲咱来加夯一寡，加减赚一寡爱当来弥补咱这个缺口。每日2餐送餐给他们吃，但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的捐款大概减少了6成左右。协会目前也是有咧送餐，面对捐款收入的减少，林景拿农产行协助运作，嘛照顾在地农民的收入，希望予中寮乡亲会使有好的照顾。